很多年来，引来很多后生人归到家乡去做农。继续来看，台东市有一对72年次的后生人吴生聪，伊退伍过后，路对阿爸嘅接下甲东人嘅田丘嘅用心照顾，现替安咱日头底下辛苦工作，如果难得的，韩国特别的是吴生聪过无过后，个个唔用行灶机来行，而坚持用传统日晒嘅方式来晒灶个嘅。保持米嘅好口感，而本消费者食到后饭，如食得到日头嘅温暖。部机规律的运转上，农民听起来特别好听。田丘的乡规片的金黄色的布穿呢，等用过部机来改，也是农民耕种的几百年丰收欢喜的时节。不过也秋田的主人讲，其实今年的收成唔算好，见度到天灾，产量恐怕比往年还高少。腊八无的就较无好，风菜啊风。菜啊，迄个都糟糟安尼，嘛有得偏安尼啊，白叶枯冰安尼，所以它产量嘛较唔好安尼。然后都要好暑假又落水，然后过又说了要放好去啊，所以产量较唔好。啊，人家讲4粒田，咩成法唔好啊？你下种了4粒田，种了下有家吼，了一块成法唔好。大家问题先提出来。72年次的吴生聪退伍过后，想就冇想过继续阿爸耕田的生活。耕种那2年，就改成了体验到看田吃饭是农民的命运。虽然无奈何，不过伊对自家落身耕田的选择，一时的也冇后悔。就阿爸没年纪太啊，然后常常转来陪佢掉，然后现在自家兴趣嘛啲啦。就转来种田啊！568的生人当中，吴生聪是最细嘅，也是唯一上续家业、继续耕种嘅生人呢。本也爱吃到佢安慰。我无鼓励讲佢爱种田，啊，佢讲反正佢讲爱做，我怎要不去做？啊，佢讲无爱做，我咩讲唔要出去，唔做出去。你下社会吼，而迄无爱兴趣吼，佢哋后生嘅无爱兴趣。佢做唔起啦，我佢自家兴趣講係做咁樣攞嚟啊，我應該賺咗艱苦錢，我應該做唔起啦。看到那嘢很樂田耕種，大邊都看流毛路。阿爸當然想愛團結成人，漸漸嘅50年嘅耕種經驗，仲可以傳本意。你看我天天咧從頭我樣嚟做，我教佢我樣嚟做啊，出樣嘢啊。啊，冇人教佢吼，佢唔俾我樣嚟做啊！啊，現在我是冇人教吼，就做人講我也用冇講，唔是講田嘅，就硬自家天天嚟學到2年過，將會將曉得做樣嚟做。奶叫我買配啊，然後看水啊，嘅條件都冇講啊，差唔多嘅時間佢都講我做乜嘅安尼。然後平常自家嘛去注意做記錄安尼啊。嗰部機屯南割下來嘅股，都睇無騰空，準備洗股。台灣農村嗰隻看到嘅景象，睇住嘅開造機過後，見來見行見呢。吳生聰沙堅持用傳統日頭曬嘅方式，用日頭來洗澡各地塊倒出來嘅水分。看到吳生聰用湯嘅豚骨、爬山、裝平，再個裝作記錄，金黃長年嘅骨轉嚟睇日頭前經驗。那曬啦，就會差唔多日頭太差唔多10個分鐘就會個變一下，啊日頭啊磨就較唔是咁急變啦，啊而個差唔多天時唔好就會曬幾日啦。
办张业一张业嘛有可能啊，都要看天时啊。喺日頭嘅時節，西國嘅人也談論愛本日頭曬。烏雲乾天嘅時節，愛強快囤國樹好，囤機器嗰夾開走，搶1點鐘來比。數工日曬嘅投資報數率實在係唔拉成本。我傳統日頭曬嘅米口感就係個好，適到日頭溫暖嘅米絲，也係吳生聰堅持傳統嘅原因。日頭曬米就有個配米冇空用嘅，配米就是用個派火油去配，所以吃起來口感會較唔好安尼。人講啦，用日曬嘅吃起來較 Q， 較好食安尼。只較麻煩啊，不過堅持傳統安尼日曬米較好安尼。唔可以講一下熟到走啦，你就水分下油，然後煮起來水分下油，就吃到下甜。堅持傳統，保持米嘅最好口感，行手就會發揮後生人嘅創意嘅。吳生聰加上用針買米，韓國用客家嘅海鹽囤自家嘅米，按做客家米。米糕薯迄個家私攏無一個安尼，不如自家來做看啊。然後拄好朋友佇個架設一個網站，然後佢就嫌愛着試看啊，網絡買看看啊安尼，所以就來做自家賣。因為伊那下人攏偏好要自產自銷的方法較多，所以應該唔會難。自家種、自家賣，種開自家來。我冇見過米廠選米、洗米嘅過程。但搶技是自家嘅細型機器，無法度像市面上買嘅泡米同樣，拍攝攝的有透明的樣嘅。面對部分消費者嘅意向，吳生聰知道有失敗實質。有人嫌講嘅買有無粒嘅啊米質像看起來糊蒙蒙安尼，之後也去解釋，唔呢呢啦，唔係機器做嘅裝出來嘅，所以人工安尼慢慢去裝嘅。無像人咧機器一貫作業呢，種洗米啊、洗石頭啊，還有個洗米啊，有個種嘅你都無法度嘅，所以慢慢要有個消費者講嘅你嘅米是用得出來嘅。蠻下好嘅，蠻下。唔過既然作為也有陸客人同吳朋友嘅全力支持。吳生聰用所有嘅心力照顧自家陸客夾人嘅貨位，如果看到貨位營業態，就歡喜到聽講起來見到唔歡喜嘅事情。開心就看啊，無結叫睇到伊夾安尼啊，讓伊看見安尼，無結叫叫做嘅事情安尼啊，最大成就對啦。好田示範嘅農民命運，難免本人有失敗嘅時候，上岸門看到一個後生嘅工種人，喺個唔成功按樣解釋，要留一條後路本自家摸。吳生聰親見聽你講，上就冇上過。